Hello，大家好啊！歡迎大家嚟到 Best Match 不專業開箱。今期咧就同大家睇呢一個8月中嘅特攝動漫玩具情報啦。咁雖然而家今日咧講緊出片嗰陣咧，都應該嚟到8月尾嘅時候啦。咁啊，因為8月中就真係有啲忙，所以整唔切情報片啊。不過都唔緊要啦，都照同大家睇一睇呢一個8月中嘅玩具情報啦。咁今個8月中咧都推出咗好多嘅新嘢，真骨雕咧都推出咗2、3款啊。咁啊，唔知道大家又有冇興趣入手或者去訂呢？咁我哋就事不宜遲啦，唔講咁多前言，立即入正題。咁啊，同大家睇呢一個8月中嘅特攝動漫玩具情報啦。咁我哋首先睇嘅待跟進情報呢，就係呢一個 MICC 嘅限定商品啦。咁喺今年嘅10月8號至到11號呢，就會舉行呢一個年度盛事啦，呢一個紐約漫畫展啊，即係俗稱呢一個 MICC 嘅展覽啦。咁話咁快呢，官方亦都宣布嚟緊呢會推出呢3款嘅商品嘅，分別呢就會有呢一個 SH Monster 嘅紅蓮哥斯拉啦，咁亦都有呢一個 SHF 嘅路飛啦、鬼島兔佛邊嘅限定版啦。同埋有呢一個 SHF 嘅超四孫悟空嘅，咁啊嚟緊呢就會推出呢3款嘅 MICC 限定商品啊，咁啊暫時啊淨係得幾張官圖放出嚟俾大家睇嘅啫，價錢啊、內容啊呢啲嘢呢，暫時都仲未公開嘅，咁呢啲呢，暫時就真係要等官方呢有進一步嘅資料啊，甚至乎要等佢 update 官網呢，先至可以再同大家去詳細咁睇一睇呢3件嘅商品啊，咁啊如果你本身係諗住去 MICC 啊或者有興趣呢啲限定商品嘅話咧，嚟緊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嘅。不過講開又咁講啦，呢一隻超四嘅閃光，即係叫亮光色嘅超四悟空咧，望上去咧都幾正下，幾吸引下嘅。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興趣去搶呢一啲或者買呢一啲 MICC 嘅限定商品呢？咁我哋今期第一個睇嘅玩具情報呢，就係呢一個真骨雕蒙面超人1號本鄉版蒙面超人 The First 版本啦。咁啊，官方定價呢就要11,000日元年稅，跟翻匯率轉翻做港幣，即係541蚊港紙啊。咁就係今年2026年雲展開吹嘅紀念商品嘢嚟嘅，就會喺今年11月嘅時候就會推出噶啦。咁啊，講到呢一個蒙面超人 The First 版本呢，我諗唔少師兄第一時間諗起呢，就係之前作為呢一個第100號嘅真骨雕推出嘅蒙面超人1號 The Next 版本呢一隻嘅真骨雕啦。咁啊，價錢方面呢，比起之前推出嘅 The Next 版本呢，今次 The First 嘅版本呢，的確係有少少貴咗啲啊。咁但係呢，你問我嘅話，個內容方面呢，其實亦都唔算話係 update 得太多啊。即係比起 The Next 版本呢，其實佢嗰個真骨雕咧嗰個改動咧就唔係話特別大嘅，咁啊除咗最明顯嘅就係顏色上有少少嘅變更之外啦，因為之前對 The Next 版本咧就睇得出啦，佢嘅顏色咧就比較深少少係深綠色嗰一種嘅，咁啊今次嚟到 The First 嘅版本咧就係比較呢一個天空藍嘅嗰種顏色啦，咁呢方面個顏色咧係有少少嘅變動嘅，同埋個頭盔咧根據翻官網啊或者一啲網上嘅資料記載咧，就係 The Next 版本咧佢係有加到一絲嘅傷痕上去嘅。咁但係對 First 版本就冇，咁所以個頭盔咧都可以話係一個新盔製作嚟。咁但係除咗呢啲即係呢兩部分嘅改動之外咧，基本上咧就真係同之前嘅 The Next 版本咧嗰個分別就真係唔係話特別大嘅。咁啊，今次 The Next 版本同樣啦，條頸巾咧都係用咗布嘅質料啊，入面咧都有收埋到一啲鐵絲嘅嗰啲設計嘅，咁所以咧可以隨意俾你屈曲到自己想要嘅動作姿勢咧，亦都係冇問題啊。咁配件方面啊，亦都係具備咗一啲手型嘅嘢俾你啦，替換天線咧，亦都係有提供埋嘅。今次咧同之前嘅 The Next 版本咧一樣啦，有提供咗呢一個真人嘅頭雕，咁啊個樣似唔似咧就見仁見智啦。咁不過老實講啦，如果比起之前呢一個 The Next 版本咧，我個人覺得 The Next 版本感覺做得好似型仔啲，今次 The First 嘅版本有少少怪怪地咁樣感覺咯，係啦。咁啊配件方面咧，亦都有提供多一個攞住嘅頭盔俾你啦，咁可以俾你還原翻咧阿本鄉猛咧喺度攞住頭盔嘅一個情形啦。咁啊之前如果你有買到呢一個 The Next 嘅版本咧，亦都係可以攞翻佢個頭雕出嚟咧，作一個交替用嘅一個玩法啦。咁啊視乎翻你自己喜好去需要啦。咁如果你自己係有買到之前嘅呢一個 The Next 版本咧，咁就可以掹個頭出嚟交換咁樣去換佢嘅頭雕啦。咁啊可以揀你自己一個中意嘅頭雕咧去做一個替換咁樣。咁啊甚至乎你如果之前係有買到隻旋風號嘅話咧，亦都可以攞翻出嚟啊，俾今次
似呢一個 The Flash 版本嘅1號騎上去咧，去還原翻啲情景咁樣啦。咁啊，整體上嚟講，你問我嘅話，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去改動方面咧，其實比起之前推出嘅 The Next 版本咧，就唔係話好大嘅。咁啊，今次呢一個 The Flash 版本個價錢仲要貴咗啲添。咁啊，真係睇你自己啊，中唔中意呢一個 The Flash 版本嘅蒙面超人1號啦，或者你又係咪好似我咁樣有儲開真骨雕嘅呢一個習慣啦？咁我整體上嚟講，作為呢一個今年嘅雲限商品嘢呢，我諗個價錢都唔會話平得去邊㗎啦。因為一到雲限嘅真骨雕呢，啲價錢都升得都幾貴下㗎。咁啊，再加上今次呢一個 The Flash 嘅版本嗰個改動，同比起之前嘅 The Next 版本，我個人覺得啊，唔係話特別大啦，即係顏色上有少少嘅改動嘅啫，同埋頭盔上有少少嘅傷痕一啲加減嘅啫。咁所以整體上嚟講，你如果唔係話特別強求要一個 The Flash 版本嘅話呢，其實你齋玩 The Next 版本都夠㗎啦。咁不過對於我呢一啲儲開真骨雕嘅人嚟講呢，咁啊冇計啦。今次呢一個 The Flash 版本呢，點都要入手㗎啦。咁啊睇下自己買唔買到或者訂唔訂到咁樣啦。咁啊亦都留意一下睇下港雲遲啲會唔會開訂啦。因為呢啲比較2026嘅呢一啲雲展限定嘢呢，通常冇幾耐港雲就會開訂㗎啦。只不過就都係要搶咯，即係大家都知啦，港雲有幾難搶㗎啦。咁所以就睇下自己到時訂唔訂到啦。咁啊唔知道大家又對於今次呢一個 The Flash 版本嘅蒙面超人1號啊，你又會唔會入手呢？或者你又有啲乜嘢嘅睇法呢？歡迎你留言分享一下你嘅意見同埋睇法。咁我個人而言啊，我覺得其實有少少搶錢嘅感覺㗎，因為正如我頭先所講啦，比起 The Next 嘅版本，其實改動唔係話特別大嘅。我自己比較期望其實今年呢一個2026嘅雲展紀念開吹產品嘅呢個真骨雕出其他嘅真骨雕會好過咯，而唔係不斷咁好似有少少炒冷飯嘅感覺啦。咁所以對於呢隻嘢呢，我個人其實係有少少失望嘅。不過唔理點都好啦，都係要入手噶啦。咁所以呢一隻就睇下到時訂唔訂到咁樣咯。跟住我哋第二個睇嘅玩具情報呢，就係呢一個真骨雕嘅黑暗迪迦啦。咁啊，官方定價咧就要9900日元年稅，金花匯率轉翻做港幣，即係487蚊港紙啊！咁亦都係今年2026年雲展開吹紀念商品嘢嚟嘅，就會喺今年11月嘅時候就會推出噶啦。咁啊，同樣啊，作為今年雲展嘅真骨雕啦，咁啊，今次就推出呢一個黑暗迪迦。咁啊，第一眼我睇到呢隻黑暗迪迦嘅時候咧，俾我種感覺就係，哇！頂你啊，Bandai又偷懶，因為過往真骨雕嘅迪迦咧都出過幾款噶啦。咁啊，力量型啊、複合型啊，甚至乎複合型已經出過有2款唔同嘅新型嘅迪迦咧，亦都已經有推出過噶啦，即係拳騰進富版本啦，同埋津川浩二版本咧，亦都有推出過噶啦。咁啊，今次呢個雲展咧，竟然推出呢個黑暗迪迦。嗱，老實講，講情懷嘅話咧，黑暗迪迦就真係幾正嘅，即係唔少80後啊、90後嘅童年回憶嚟嘅。咁但係以翻玩具嘅角度嚟講咧，今次呢個黑暗迪迦咧就真係炒冷飯得好緊要啦。屌，即係你簡單啲嚟講，咪即係換角色又再推出，咁都當一隻真骨雕。咁啊，雖然我都預咗會出黑暗迪迦啦，但係估唔到係今年雲展推出啫。呢一下有少少係我意料之外啊。咁啊，講翻今次呢隻黑暗迪迦先。今次咧呢一隻黑暗迪迦嘅真骨雕就會以翻呢一個拳騰進富嘅身形去推出啦。咁所以整體嘅身形咧亦都比較偏瘦削嘅，就唔係中村浩二嗰種大大份啊嘅一種感覺啦。咁配件方面，今次同樣有提供手型啊同埋能量燈啦。咁啊，另外今次比較特別啲咧，又提供咗呢個變身嘅時候呢一個閃電嘅特效件啊。咁啊，如果你有睇過呢一個迪迦嘅劇場版，一個最終聖戰呢一套劇場版嘅話呢，印象之中如果你有睇翻呢，都知道啦。當初阿大五呢喺夢入面變身嘅時候呢，即係第一次變身一個黑暗迪迦嘅時候呢，佢心口呢度呢係有閃到一啲嘅閃電嘅特效出嚟嘅。咁啊，今次呢隻真骨雕呢，亦都有提供一個特效件啦，俾你還原翻呢阿大五一開始即係第一次攞呢一個神光棒去變身呢個黑暗迪迦嘅時候呢個情景啦。咁亦都可以還原翻呢佢當初啱啱一變身黑暗迪迦，唔相信自己係變咗黑色嘅情況下，望住呢隻手呢嗰種迷茫嘅神情呢。今次呢隻真骨雕呢，亦都係可以還原翻出嚟啊！咁呢下呢都幾正嘅。咁所以我就覺得佢係即係 Bandai 炒冷飯都幾勁啦，即係咁樣偷懶法。咁但係作為唔少90後啊，甚至乎係80後嘅童年回憶呢，今次呢隻黑暗迪迦呢都好值得入手啊！即係都可以作為一個回憶呢，去買翻嚟做去回味一下當初呢一套最終聖戰嘅劇場版啊！咁不過講開又咁講啦，哇！今次 Bandai 竟然推出呢個黑暗迪迦呢，我唔知會唔會出埋迪迦嘅其他形態啊？因為最終聖戰入面呢，咪有2條僆同阿迪迦喺度隻抽嘅，咁啊
迪加咪吸收咗佢哋啲能量噶嘛。咩希特拉嘅速度啊，仲有一個唔知乜嘢嘅力量啊，嗰條友我唔記得咗叫咩名啦，達林啊係咪叫做？因為嗰陣時我睇嘅時候咧，佢係有廣東話配音嘅。咁我卡麥拉咧喺度講一個咩希特拉嘅速度定唔知乜嘢咁樣噶嘛，有講佢哋嘅名同埋講迪加吸收咗你啲乜嘢噶嘛。咁我名我唔係幾記得啦，即係揾翻嚟睇先知。咁啊有講到啦，佢嗰陣時候吸收咗呢兩條，佢即係佢嗰兩條僆嘅時候嗰啲力量咧，個顏色上有少少唔同嘅變化嘅。咁啊唔知道嗰兩個形態啊，Bandai 又會唔會之後再推出咧？因為其實佢推出嘅話咧，難聽啲咁講。佢都係換個色再推出啫嘛，因為迪迦嗰個身體嗰個紋理咧，就一定個輪廓咧就一定唔會點樣變㗎啦，就係得啲顏色變嘅啫。咁所以如果 Bandai 有心要掠一筆去玩嘢嘅話咧，即係連最終聖戰裡面嗰兩個形態咧都嘔埋出嚟咧，哇！咁都幾大件事嘅喎，即係佢哇迪迦嘅形態，我諗如果佢真係咁樣玩法嘅話咧，最少你都要買7隻或者8隻嘅真骨雕迪迦。你先可以儲齊晒成個嘅迪迦系列啦！哇，真係拍得住 Kuga 咁滯啦，真係黐孖筋嘅。咁啊睇下 Bandai 之後會唔會咁樣玩落去啦？咁另外講開又咁講啦，最近呢，我亦都有上網睇到有啲師兄啦，有分享到展覽咧，最近 show 咗呢一隻真骨雕嘅閃耀迪迦出嚟啊！因為本身咧閃耀迪迦嘅真骨雕早喺之前就已經推出過嘅，咁但係唔知點解啊，近呢1-2年呢，隻閃耀迪迦炒得都幾貴下嘅，講緊個價錢咧都要成過千蚊咁滯啊！咁但係始終之前舊版本嘅閃耀迪迦個做工方面唔係話特別好啦，因為我之前見人開箱呢，都好似有少少甩色啊，或者係爆裂即係爆皮套嘅嗰種 feel 啊。咁啊，今次咧就係唔知點解最近又會炒氣啦。咁但係呢次展覽咧又 show 到呢一個新版嘅閃耀迪迦，咁大家就可以好咁期待一下啦。即係如果你本身想買隻閃耀迪迦嘅話咧，可以唔使買舊版，直接等新版咧就會比較好啲。始終新版本咧喺嗰個造型上同埋皮套嘅質料上咧，就一定好過之前推出嘅舊版嘅。咁所以如果你想入手閃耀迪迦嘅話咧，可以俾啲耐性，等 Bandai 咧去再推出呢一個閃耀嘅迪迦嘅新版啦。咁啊，整體上嚟講呢隻黑暗迪迦呢，你話 CP 值係咪好高呢？其實就真係唔係話好高嘅，即係換個色再出嘅啫。咁但係作為迪迦嘅 fans 啦，或者一個童年回憶嚟計呢，今次呢隻黑暗迪迦呢都冇理由唔入手噶啦。咁所以呢一隻真骨雕迪迦對於我嚟講都買硬嘅啦。咁啊睇下自己到時買唔買到啦，或者訂唔訂到啦。始終雲限嘢嘅真骨雕呢都幾難去訂到嘅，即係呢每一年嘅雲展呢都幾掠水下，同埋都幾難買嘅。咁啊睇下自己到時買唔買到啦，或者講文開唔開訂咁樣啦。咁我今次老實講啦，以內容嚟計呢，其實都比較偏少嘅，淨係得手型嘢啦，同埋一個閃電嘅特效件啦，即係個胸口閃電嘅特效件嘅啫。咁的確係有少少，即係啲配件方面係比較少嘅。咁但係冇計啦，始終黑暗迪迦喺劇入面呢，佢亦都冇用過一啲嘅死光線嘅。咁所以今次冇提供光線嘅配件呢，亦都無可厚非啊。咁但係我個人覺得佢可以塞多少少其他嘅配件俾人玩下咯，始終。即係個內容上係有啲少啊，個人覺得就係啦。咁啊，唔知道大家又點睇今次呢一隻真骨雕嘅黑暗迪迦呢？你又會唔會入手呢？歡迎你留言啦，分享一下你嘅睇法。咁嚟到第3個同大家睇嘅玩具情報呢，就係呢一個真骨雕蒙面超人斬月。咁官方定價咧就要11,000日元年稅，跟翻匯率轉翻做港幣，即係541蚊港紙啊！咁就係雲限嘢嚟嘅，會喺下年27年3月嘅時候就會推出噶啦。咁蒙面超人斬月啊，就係呢一個蒙面超人海姆入面登場嘅一位拉打啦。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啦？咁呢一隻蒙面超人斬月咧，早喺近呢8年內，有冇記錯8年定10年內啊，亦都有推出過 SHF 嘅。咁當然唔係真骨雕啦，普通嘅 SHF 嚟嘅啫。咁嗰陣時我有留意到個價錢咧都炒得都幾貴下㗎，咁我估唔到咁快咧就竟然推出呢一隻真骨雕啊！因為以翻 SHF 之後冇幾耐再推出真骨雕嘅速度嚟講咧，佢都算係快㗎啦。咁所以有少少係我意料之外啊！咁啊今次推出嘅呢一隻斬月咧，話網上面亦都幾多人去搶下㗎，講雲啊秒速截訂啦，咁有唔少大鋪都有開訂嘅，咁啊但係話咁快咧就已經講緊要去到2次訂購㗎啦。咁所以呢一隻斬月咧，亦都真係比我想象
象之中係受歡迎㗎。咁啊，估唔到大家都咁中意呢隻斬月啊！咁啊，講翻呢一隻真骨雕先，今次內容方面啦，亦都有配備咗呢一把軍刀啦，同埋佢個哈密瓜盾嘅。咁呢啲標配嘢呢，即係本身佢有嘅武裝呢，今次呢一真骨雕呢，亦都係有提供埋嘅。咁啊，海姆真骨雕其中一個最大嘅賣點呢，就係佢啲裝甲係可以除落嚟啊，或者交替咁去替換嘅。咁今次呢一隻嘅斬月呢，亦都唔例外啊！佢嗰個鎧甲呢，亦都係可以掹出嚟啊，或者係攞翻之前嘅其他拉打嘅海姆系列嘅真骨雕嘅盔甲呢，去做翻個替換啊，咁樣去還原翻着住嘅唔同嘅盔甲咁樣嘅形態啦。咁所以如果你有買開呢一個真骨雕海姆系列嘅公仔嘅話呢，咁我可以留意下呢一隻斬月啦。咁我可以攞翻出嚟呢，隨意咁去拆佢啲裝啊，去做翻個替換咁樣。哇，有少少似呢一個裝着變身嘅感覺啊！咁啊，睇你自己本身啊，有冇買開呢一個海姆系列嘅真骨雕啦，或者中唔中意呢隻斬月啦？咁啊，如果你之前有買到之前嗰幾隻嘅真骨雕嘅話呢，今次呢隻斬月呢，我諗你都好需要入手噶啦。始終有海姆有巴倫嘅話呢，咁啊呢隻斬月就真係唔可以少噶啦。咁啊，期待呢嚟緊海姆系列咧可以出齊晒所有嘅真骨雕啦。咁啊，唔知要等到幾時啦？咁啊，整體上嚟講，呢隻斬月呢係真係幾型嘅，做工方面啊，亦都做得唔錯啦。即係要有嘅紋理啊、哈密瓜呢啲細節位呢，佢亦都有還原到嘅。咁本身真骨雕亦都具備高度嘅可動性啦。咁所以大家攞到上手呢，亦都唔使擔心話有啲姿勢做唔到咁樣啦。因為睇佢官圖呢，有唔少嘅動作姿勢呢，佢都係可以擺到出嚟嘅。咁所以大家呢，買到即係攞到翻嚟呢，亦都可以好好咁扭一扭佢啊，盡情咁去玩呢一隻嘅斬月啦。咁啊，再加上呢隻斬月嘅設計亦都係幾型下啦，白色底色，再加埋呢一個淺即係青綠色嘅一個造型啊，即係還原翻個哈密瓜嘅一個配色啦。咁所以整體上嚟講，呢隻斬月唔理係造型賣相啦，定抑或係個可動性個方面呢，都的確係幾正幾吸引嘅。咁所以難怪呢會去到要二次訂購呢先至可以買到嘅呢個水準啊。因為啲真骨雕呢，基本上呢，好唔好賣呢？你睇佢有冇開二次或者三次就知㗎啦。基本上一開到二次三次呢，你就知道個需求有幾大㗎啦。咁所以今次呢隻斬月都我諗唔少師兄都幾期待嘅。咁所以如果你本身係好中意呢隻斬月，或者你係好儲開呢一個海姆系列嘅真骨雕嘅話呢，呢隻斬月你絕對唔可以錯過㗎啦。咁我亦都已經訂咗啦。咁啊留翻到時下年派貨嘅時候呢，再同大家開箱分享啦。不過講開又咁講啦，港運嗰邊呢，我發覺真係越嚟越難搶㗎。有冇師兄係真係成功搶到港運㗎？因為早幾個月前呢，搶港運嘅時候呢，都仲可以買到嘅。咁但係最近呢，我發覺如果要買港運呢，就真係哇好難搶啊！因為即係唔知係咪真係有人 set 咗啲時間啦，即係喺度瘋狂撳掣喺度 set 咗個程式喺度係咁搶啦。因為極快呢，即係如果你有去搶港運，你知咩料㗎啦？黐線㗎，啱啱一開，跟住唔使即係都唔使2秒啊！即刻同你講已經冇晒貨啦！哇，使唔使咁快手啊，大佬？即係咪真係咁快手速啊？啲師兄係啦，咁所以港文真係搞不掂啊，係啦，咁啊唔知道大家又搶唔搶到港文呢？或者你買港運嘅時候啊，你去訂港運嘅時候啊，你又有啲乜嘢嘅體驗呢？咁都歡迎你留言分享一下咁啦，係啦，咁我哋就留言傾下偈啦。跟住我哋下一個睇嘅玩具情報呢，就係呢個 SHF 嘅萬津莫啦。咁啊，官方定價呢就要12,100日元年稅，跟翻匯率轉翻做港幣呢，即係595蚊港紙啊。咁啊，雲限嘢嚟嘅，會喺下年27年2月嘅時候就會推出噶啦。咁萬津莫就係呢一個蒙面超人 Z 嘅即係個變身者啦。咁啊，相信你有睇過最近呢一套蒙面超人 Z 嘅呢，就對於呢個角色就一啲都唔陌生噶啦。咁蒙面超人 Z 嚟緊，亦都係近呢1-2個禮拜就會大結局噶啦。咁啊，唔知道大家覺得呢套作品點樣呢？咁啊，歡迎你留言分享一下啦。咁啊，講翻今次呢一隻萬津莫嘅 SHF 先啊。咁啊，以翻呢一個劇入面啊，佢着住呢一個特工嘅打扮去推出啦。上身呢就係着住呢個白恤衫，咁啊孭住條皮帶，有個槍袋喺度嘅。下身呢就係黑色長褲啦。上面呢亦都有做到一啲嘅摺痕紋理嘅。恤衫呢度亦都唔例外啦，有還原翻啲恤衫嘅摺痕喺度啊。咁啊，今次由於係個真人嘅面上啦，咁所以我自己個人呢就麻麻地嘅，因為我不嬲都唔太中意真人面上嘅 SHF 啊。咁當然啦，如果本身可以拉打嘅，又提供埋真人面上嘅，咁我係可以接受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單純一開始就咁樣就真人面上呢，我自己就興趣不太大啦。咁啊，今次配件方面啊，亦都有提供咗呢一個變身嘅腰帶啦，即係我差啲想改口叫胸帶嘅，其實應該叫腰帶定叫胸帶呢？因為
即係大家叫開就叫拉帶嘅腰帶啦。咁但係實際上佢係攬喺條胸嗰度喎，定係話叫胸帶咧？我已經有少少亂啦，已經係啦。繼續叫翻腰帶先啦。咁亦都提供咗呢條變身腰帶啦，咁去還原翻阿萬津莫咧喺度準備變身嘅一啲情景咁樣啦。咁甚至乎佢最標誌性啊呢一個摸自己嘴角嘅呢一個動作姿勢咧，亦都係可以還原到嘅。咁另外個腰帶嗰粒嗰個變身嗰粒珠咧，亦都係可以掹落嚟啦。咁啊，甚至乎咧去換一個災厄模式嗰個變身器咧，亦都係可以啊。咁啊，視乎翻你自己需要去替換啦。咁另外配件方面咧就唔止咁少嘅，佢仲會提供咗呢一把槍嘅配件俾你啊，係啦，手槍嘅配件俾你。咁啊，俾你還原翻阿萬津莫咧喺度做緊呢個特工喺度開槍啊，或者一啲喺度射擊嘅動作姿勢啦。咁另外今次比較好玩啲嘅地方咧，就係佢有提供埋呢一個 Z 字嘅用完必殺技之後嗰個特效背景牌啊。咁如果你本身有買到呢一個 SHF 蒙面超人 Z 字嘅話咧，咁我可以襯翻呢一個特效牌咧，去還原翻佢用完呢一個必殺技飛腿之後咧，後面浮現出嚟嘅呢一個特效嘅一個畫面啊。咁啊，睇你自己有冇需要咁樣啦。咁啊，整體上嚟講，我自己啊嗱，平心而論講，我自己個人睇法嚟講咧，呢隻萬津莫咧就真係唔值得入手嘅。第一啦，我自己咧對於真人面相嘅 SHF 咧，不嬲都係保持住一個悲觀嘅睇法嘅，因為我成日覺得咧，佢做啲面相咧係真係唔太掂噶。咁當然啦，以 SHF 嘅技術，當然我相信佢都係會進步嘅。咁但係始終出嚟咧，我都有啲擔心佢會炒車變咗邪神樣，咁啊成單嘢就好出戲噶啦。咁所以呢一點咧，我自己就真係唔係幾夠膽搏嘅。咁所以我對於呢一個萬津莫就真係唔係話太感興趣啦，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啦，配件方面佢俾嘅嘢亦都唔係話特別多啦，甚至乎係好豐富啦，可以稱得上。嗱，腰帶呢啲基本嘢就一定要噶啦，始終作為變身者咧，腰帶呢家嘢一定唔可以少噶啦，點都要有噶啦。咁啊，今次比較特別啲嘅，有提供多呢一個手槍嘅配件，同埋呢一個嘅特效牌。咁但係除咗呢兩樣嘢叫比較特別啲之外咧，就真係冇噶啦，係啦，即係冇啲咩特別嘢可以俾你玩噶啦。咁啊，單純即係俾你攞翻隻 SHF Z 住出嚟去襯翻去做翻啲配搭咁樣嘅啫。咁但係整體上嚟講咧，就真係唔係話有啲咩特別嘢可以俾你去玩啊，甚至乎可以還原到咁樣。咁所以佢嗰個可換性咧，其實就唔係話特別高嘅。呢個第二點啦。咁另外第三點亦都係最緊要嘅一點咧，就係佢個價錢啊，大佬。即係你睇一睇佢個價錢，喂大佬你咁嘅內容配件，仲要有機會邪神樣，佢個定價夠膽死係12,100日元。喂，頭先講嘅嗰幾隻真骨雕啊，蒙面超人斬月都係11,000 yen。好啦，再前少少，The First 版本嘅真骨雕，雖然話雲限嘢啦，當然係炒得有啲貴啦，但係官方日版嘅定價，即係官網定價都係11,000 yen 啫喎，大佬。喂，你一個真人版竟然個定價仲貴過兩隻嘅真骨雕喎，要成12,000 yen 喎。喂，使唔使啊？即係你講 CP 值，我相信你即係你嗰個可換性，甚至乎係個可動性都冇真骨雕咁高啦啩？個價錢夠膽死 set 到咁貴，喂，真係唔掂喎！咁所以呢一隻嘢講 CP 值呢，就真係差咗啲㗎啦。夠膽死個定價可以，即係普通 SHF 嘅前提下個定價竟然高過隻真骨雕呢，我自己就真係有啲接受唔到啦。咁所以呢隻萬津莫呢，我自己就真係興趣不太大。除咗我本身對於真人面相唔係太過好之外啦，佢個定價呢亦都係真係唔平嘅，開個價實在開得有啲高啦。咁所以基於個 CP 值唔太高嘅情況下呢，我自己就一定係 pass 㗎啦。咁啊，唔知道大家又會唔會入手呢一隻萬津莫呢？係啦，咁啊歡迎你留言啊，分享一下你嘅睇法啦。只不過對我個人嚟講就 CP 值唔係話好咯，係啦。咁啊再加上最近真係喂，而家啲玩具越出越多，越出越密啊，真係好難隻隻都買㗎。咁所以真係睇定啲先再買呢就會好啲。咁啊唔知道大家會唔會入手呢？留言見啦，我哋。咁跟住我哋下一個睇嘅玩具情報呢，就係呢一個 SHF 蒙面超人 Z 嘅電單車啦。咁啊，官方定價呢就要9,900日元年稅，跟翻匯率轉翻做港幣，即係487蚊港紙啊。咁啊，雲限嘢嚟嘅，會喺下年27年3月嘅時候就會推出噶啦。咁啊，同頭先嗰隻 SHF 萬津莫同期推出啦。咁啊，推出呢一個 Z 嘅電單車啊。咁啊，除咗人間體之外呢，亦都出埋呢一架電單車啊。咁啊，今次呢一個電單車呢，就係以呢一個機車模式咧去推出嘅，因為本身蒙面超人 Z 嘅呢一架電單車呢，佢好似即係阿 Vice 嘅機動天馬
咁樣，佢可以變身成為一個機械人嘅。咁不過當然啦，今次呢隻 SHF 咧就唔具備任何變形嘅功能啦。咁啊真係一架電單車嚟嘅啫，佢又冇得變成一個機械人嘅形態啊。咁啊就好似最近推出嘅呢一個 Vice 嘅機動天馬咁樣啦。咁同樣淨係得電單車，唔會俾你變機械人嘅。咁啊 Bandai 我覺得以 Bandai 技術係可以做到嘅。咁不過佢就當然冇咁好死啦，一定係分開兩樣嘢去推出去賺呢一筆錢嘅。咁呢個都唔意外㗎啦。咁啊講翻今次呢一架 Zedge 嘅電單車先啦。咁啊今次咧呢架電單車呢，老實講我係冇訂到嘅。我當初第一眼睇嘅時候呢，我都覺得算 OK，但係再睇細心啲嘅時候呢，我就發覺有啲唔太得啦。咁啊嗱，第一樣嘢啦，首先啦，我覺得佢啲紋理嘅刻畫做得唔係話好好啊，即係特別佢車身嘅呢啲位呢，我覺得佢可以刻畫得再好啲嘅。佢俾我種感覺呢，有少少似攬埋一嚿嘢咁樣啦。咁我唔知道劇入面佢本身係咪都係咁樣做啦。咁但係呢架機車真係就咁望上個做工呢，我自己個人覺得就真係比較普通咗啲嘅。咁啊，至於今次個內容方面呢，亦都有提供咗一啲Zedge嘅呢一個揸電單車嘅手型俾你啦。咁呢啲基本嘢係當然一定要有㗎啦。咁啊，亦都有提供埋呢一個嘅呢一個萬津莫嘅呢一個頭盔啊。咁啊，如果你有買到頭先講嘅嗰隻 SHF 萬津莫嘅話呢，咁啊可以攞翻去俾佢笠喺頭上面呢。咁啊做緊一個揸緊電單車嘅一個姿勢咁樣啦。咁啊除此之外呢，就真係冇㗎啦，冇其他嘢㗎啦，最多都係俾咗少少嘅台座支架你咁樣啦。咁就真係冇其他特別嘢㗎啦。咁啊老實講啦，佢個價錢係真係唔平嘅，480幾蚊。咁如果你有港文嗰度有訂到或者有買嘅咧，都知啦。你連埋運費嘅話咧，個價錢咧都要成500幾蚊咁滯㗎啦。咁你話500幾蚊買架電單車，你話係咪值呢？好老實咁講，我覺得 CP 值就真係麻麻地啊。即係如果你有當初 N 年前曾經有買過呢一個 Zero Run 咧，同埋呢一個時王或者 Belutor 嘅電單車嘅呢，你都知道啦。當初買嗰啲電單車呢，即係個價錢都差唔多啦，400零500蚊，但係佢個內容配件呢係豐富好多㗎。我冇記錯呢，時王架電單車呢，當初係送埋一堆嘅手型圖，好似配件都喺埋裡面嘅。如果冇記錯嘅話，唔記得咗係咪啦？總之嗰陣時個內容呢，一定係比起而家電單車呢係多好多㗎。咁但係嚟到呢一個 Zedge 比較新啲嘅電單車啦，內容方面其實唔係話多好多，但係價錢呢就真係貴咗嘅。即係一架電單車咁樣，竟然要成5嚿幾水呢， CP 值就真係差咁啲咯。咁所以如果你話講電單車嘅話呢，近期如果真係要買嘅，你買翻 Kuga 嗰架電單車好過啦。Zedge呢架電單車，你話值唔值500幾蚊呢？我覺得唔係太值嘅，好老實咁講啦。咁所以呢一架電單車啦，我個人覺得都係跌價機會比較多嘅，始終唔係話好必須入手啦，內容配件或者 CP 值都唔係好高。咁所以如果你係蒙面超人 Zedge 嘅 fans 嘅話呢，你可以諗一諗嘅，甚至乎你有買到頭先嗰隻萬津莫呢，呢架電單車你可以都諗一諗嘅。咁但係如果你好似我咁樣，你冇諗住買頭先嗰隻萬津莫，咁你亦都唔係話特別隻隻都想買或者你屋企有幾廿萬尺可以放到架電單車出嚟擺嘅話呢，其實亦都係可以 pass 㗎啦呢架電單車。因為我唔買其中一個原因呢，就係，喂，老實講，即係大家都香港人知㗎啦，香港有幾多位可以俾你放啲模型出嚟嘅啫？你買嗰架電單車，我相信有80%嘅師兄，其實你都係瞓盒啫嘛，好老實咁講。咁既然你都冇得 show 出嚟啦，咁啊何必強求去買架電單車去個位呢？係咪先？咁啊，所以呢架電單車就仲要唔平喎，500幾蚊喎，即係接近真骨雕價位㗎咯喎。即係如果轉翻做港紙嘅話，咁所以呢架電單車就唔係話真係 Zedge fans 嘅話，我建議都係睇下算啦。甚至乎如果你真係想買嘅，我覺得你等佢出咗之後過多半年左右啦，或者你飛一轉去日本買嘅話呢，個價錢點都平過你而家訂嘅。咁啊，所以如果你唔係話太過急住玩或者係忠實 fans 嘅話呢，我建議你可以再等一等睇現貨，睇下會唔會到時冧價先再決定買唔買呢，就會比較划算啲嘅。咁啊，唔知道大家又點睇呢？留言見啦，我哋就嚟到第6個同大家睇嘅玩具情報呢，就係呢一個 SHF 蒙面超人加符嘅彈跳軟糖形態零式蒙面超人套裝啦。咁官方定價呢，就要9900日元年稅，跟翻匯率轉翻做港幣，即係487蚊港紙。咁就係今年2026年雲展開吹紀念商品嘢嚟嘅，就會喺今年11月嘅時候就會推出㗎啦。咁蒙面超人加符嘅 SHF 呢，早喺當初蒙面超人加符開播冇幾耐呢，就已經推出咗㗎啦。
啦。咁啊，今次咧就可以話係一個連買擴充包去推出呢一個 SHF 啊。咁啊，藉住今年呢一個2026年嘅雲展啦，官方就連埋呢啲擴充配件呢啲 DLC 咧，就重新包裝過，就一次過一齊推出啦。哇，咁都諗到真係犀利啊！因為當初蒙面超人家父，如果你有睇過或者留意過都知道啦，蒙面超人家父咧就係以零食咧去做主題嘅，咁所以佢有好多嘅絕招啦或者必殺技啦，都會令到佢手啊或者腳咧係會出現一個腫大肥大嘅一個狀態嘅。咁今次呢一隻 SHF 咧就連埋呢啲配件咧，佢一齊包含埋喺入面，咁啊一齊推出咁樣啦。咁所以內容方面咧，你會見到咧個配件咧比之前推出嘅初版啦，即係比較早期推出嘅家父 SHF 咧就會多好多嘅。咁首先最明顯嘅就今次會有手啊或者腳啊呢啲比較特別啲嘅額外嘅配件啦，咁可以俾你還原翻喺劇入面咧，阿家父喺度用必殺技啊或者喺度準備用必殺技嘅一啲動作姿勢啦。咁啊甚至乎好似最標誌性嘅呢啲交叉腳嘅前後腳嘅一個起手式嘅必殺技動作姿勢咧，呢一隻 SHF 咧亦都係可以還原到出嚟嘅。咁另外配件方面啦，亦都有提供咗嗰個零食嘅配件啦，甚至乎咧連上面嗰啲果子獸死咗喺度飛緊嘅一個情景咧，今次呢隻 SHF 咧亦都有提供埋呢啲配件咧去俾你還原翻出嚟嘅。咁啊今次咧甚至乎咧亦都有提供咗一啲嘅特效件俾你啊，即係例如好似家父嘅呢啲嘅文字嘅特效件啦，今次呢隻 SHF 咧同樣咧亦都有包含埋喺入面嘅，咁可以俾你還原翻啲好經典嘅場景啊，或者啲用完必殺技嘅時候咧有個特效喺後面浮出嚟嘅一個狀態咁樣啦。咁所以今次呢隻家父咧可換性咧其實相當之大嘅，咁啊一定係比起之前初版本咧係豐富好多噶啦，至少有好多嘢咧都可以俾你去玩到啊。咁啊甚至乎你如果唔想要啲特效件咧變翻個普通嘅狀態咧，亦都係冇問題嘅，可以做到嘅。咁所以呢一隻家父擴充版啦，我咁樣形容啦。咁啊如果你當初係冇買到蒙面超人家父 SHF 嘅話咧，今次呢隻擴充版咧，咁啊絕對要諗一諗去啦。咁但係如果你問我嘅話，係咪真係好必須要入呢？其實又唔係嘅，因為好老實咁講啦，家父嘅 SHF 咧，我個人覺得呢啲特效件咧、DLC 嘢咧，就唔係話特別好強求啊。即係好坦白咁講，你當初版嘅一隻 SHF 家父咧，我諗你都已經夠玩㗎啦。即係除非你真係好追求去用啲必殺技啊，或者呢啲咁嘅背景牌啲特效件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你唔太好呢一味嘅話咧，其實當初隻初版嘅家父咧就已經夠玩㗎啦。始終初版舊版嘅嗰隻家父咧，價錢唔會話貴好多啦，即係200零蚊就已經有交易。咁今次嚟到雲展嘅咧，價錢啊梗係三級跳啦，已經講緊要成480幾蚊，即係挨近5嚿水咁滯啦。再加上作為雲展商品嘅嘢，價錢就一定冇可能原價俾你買到㗎啦。即係我諗你如果買翻嚟嘅話，講緊嘅都要成7嚿水、8嚿水咁滯㗎啦。咁所以如果比起初版個價錢呢，配件的確係豐富咗嘅，但係價錢亦都升咗成2、3倍咁滯咯。咁所以你話為咗呢特效件係咪真係有必要去買呢一個新版本呢？我諗大家就真係要好咁諗清楚啦。特別如果你之前係有買到初版啊，即係比較即係上年推出嘅嗰個舊版本家父，你都已經有嘅情況下，係咪真係有必要再買多一隻呢隻 SHF 家父呢？就係為咗呢堆咁特效件呢？咁啊，我覺得大家真係要諗諗咯。咁至少對於我嚟講，我就一定唔噶啦。呢啲咁嘅特效件呢，係幾好玩嘅，咁但係未去到吸引到我要一定要去買多一隻家父嘅地步咯。咁所以我自己就真係睇下算嘅啦。咁啊，唔知道大家又點睇呢？其實呢，即係我個人有啲諗法呢，佢可以出一隻金屬式嘅家父噶。即係至少咧喺外觀上啊，比起之前推出嘅嗰隻家父咧，喺個外形上會有少少嘅變化先啦。咁當然啦，配件方面一定要兩者都可以共用到呢下先係最緊要啦。咁啊，如果你佢夠即係如果佢肯改少少配色啊，或者做到金屬色嘅版本嘅話咧，至少佢呢對配件咧，你都可以俾你自己按自己喜好啊，去放落初版或者放落新版度，亦都係可以做到，咁樣就會好玩好多咯。同埋兩者嘅本體之間會有少少分別咧，至少你擺起上嚟或者玩起上嚟咧，佢嗰個即係個觀感性都會有少少唔同啊嘛。咁但係即係無奈嘅就係佢今次嘅新版本隻家父同舊版本嘅家父都可以話一模一樣咁滯啦，佢都冇諗過去改任何嘅嘢啦，即係純粹塞多啲配件俾你再買過出嚟咁樣啦。咁所以整體上嚟講，睇你自己係咪貪呢一對嘅配件啦。如果你唔係話特別好呢一堆配件嘅話呢，其實就真係可以 pass 噶啦，唔需要特別去強求呢一隻家父嘅。
接住落嚟，我哋下一個睇嘅玩具情報呢，就由 CSG 系列推出嘅蒙面超人阿傑陀火焰軍刀啦。早喺之前呢 CSG 呢亦都推出過呢一個蒙面超人 Kuuga 嘅武器啦。之前呢個青龍棍啊、天馬弓啊、泰坦劍呢，作為 Kuuga 嘅武器呢，都已經1:1咁樣去還原翻去推出翻出嚟啦。今次呢，終於輪到呢一個阿傑陀嘅系列啊。首先阿傑陀系列佢第一個推出嘅呢，就係呢一個火焰軍刀啊。就係蒙面超人阿傑陀呢個火焰形態咧，去揸住嘅嗰把火焰軍刀咧，今次咧就以呢一個1:1嘅造型咧去推出啦，相當之犀利啊！今次呢個 CSG 版本咧，嗰個比例方面咧，比起之前推出嘅 DX 版本咧，就會大咗155%嘅。之前 DX 嘅版本咧，全長就淨係得58cm 嘅啫，咁都幾短下嘅。嚟到今次呢個 CSG 成人版本咧，全長嚟到90cm啊，相當之大把，哇3把長硬尺咁長啦。今次呢一把嘅火焰軍刀亦都可以俾你好似一個成年人咁樣嘅一個身形啦，可以俾你還原翻呢阿傑陀火焰形態攞住把軍刀嘅一個狀態咁樣啦。今次呢亦都係可以做到一個展開嘅效果嘅，因為呢一把火焰軍刀你有睇過阿傑陀就知啦，佢當喺用必殺技嘅時候呢，佢嗰個把劍嘅劍柄嘅呢一個角位呢，佢就會自己打開㗎啦。今次呢一個 CSG 嘅火焰軍刀呢，同樣都係有做到呢一種嘅效果嘅。另外呢，亦都有收錄咗呢變身者中上長音嘅一啲對白啊，或者一啲嘅聲效呢，佢亦都有包含埋入面嘅。斬擊音啊、必殺技呢啲呢，亦都係有提供埋喺裡面啊。如果大家有興趣呢，就可以留意一下啦。講咗咁多嘢，都嚟講一講價錢先啦。價錢方面呢，就都唔平嘅，官方定價呢，就要33,000日元連稅，金返匯率轉翻做港幣，即係1624蚊港紙啊。就會喺下年27年1月嘅時候就會推出㗎啦。呢一把嘢呢，就真係睇你自己本身對阿傑陀嘅愛有幾多啦，或者就睇你自己係咪一個兵器收藏家啦。因為老實講，武器呢家嘢呢，第一啦，你就一定唔會攞出街嘅，好老實咁講。即係甚至乎你 CSM 條腰帶，我諗你除非係 cosplay 嘅啫，如果唔係嘅話，我諗你都唔會特登去攬住條腰帶行出街啦，係咪先？CSG 亦都係一樣啦，你根本上買得翻嚟嘅，除非第一啦，你係 cosplay，第二你主要都係放喺屋企嗰度自嗨或者係觀賞用嘅啫。所以實際上你話嗰個可換性咧，其實就真係唔係話好多嘅，純粹就真係俾你貨可觀啦，或者係收集用嘅啫。第一啦，睇你自己屋企個空間夠唔夠啦。因為如果你真係諗住 show 出嚟嘅話咧，呢把劍咁長咧，都幾食空間下嘅。呢一點大家要留意啦。第二就睇你個荷包夠唔夠啦。呢把劍咧，哇都要成1,600嘅，大佬都唔平㗎。都即係個價錢都翻咁上下啦，即係都拍得住 CSM 㗎啦。但係內容方面就勉勉強強啦，即係都叫有少少嘅音效俾你啦，亦都有呢一啲嘅打開嘅功能啦。都叫還可以嘅。但係可惜就冇咗呢一啲嘅發光功能。不過本身把劍都冇得發光嘅都可以接受啦，因為本身真係冇啊嘛，冇具備到呢一樣嘢啊嘛。所以都叫好忠實咁還原翻劇入面嘅設計嘅。真係睇你自己本身對阿傑陀或者睇你自己對於呢啲武器有冇特別嘅喜好啦。我自己就一定 pass 㗎啦。老實講，呢把嘢要成1,600，第一個價錢啊真係太貴啦，第二就性價比唔係話特別高啊。即係你話如果連埋條腰帶咧，都仲可以諗諗。單純就咁買把劍翻嚟自 J 嘅話咧，就真係即係我未去愛到呢個地步咯，只可以講，即係呢把劍未令到我咁願意等成千幾蚊出嚟去買佢翻嚟咯。所以我自己就真係睇下算嘅啦。但係如果你本身對阿傑陀好有愛嘅，你又好中意呢一個火焰形態，甚至乎你又好中意呢一把劍嘅話呢，1,600你負擔到嘅話，都可以諗一諗去嘅。但係始終 CSG 呢個系列呢，即係之前出過嘅 Kuuga 武器呢，基本上都個價都唔會話炒得特別貴嘅，有陣時個價都係 keep 住喺個定價度啦，甚至乎都會跌少少嘅。所以如果你唔係話特別好嘅話呢，不妨即係等佢現貨博，佢會唔會跌價先再買呢？就可能會比較划算啲咁樣啦。接住落嚟第8個同大家睇嘅玩具情報呢，就係呢一個聖鬥士聖衣神話 EX 女神雅典娜 Original Color Edition 版本啦。
咁官方定價咧就要25,300日元年稅，金翻匯率轉翻做港幣即係1245蚊港紙。咁就係今年2026年雲展開吹紀念商品嘢嚟嘅，就會喺今年11月嘅時候就會推出㗎啦。咁聖衣神話 EX 呢個系列相信大家都唔陌生㗎啦，都 keep 住差唔多每個月都有新嘢推出㗎啦。咁啊今次咧就藉住呢一個2026年嘅雲展咧，咁啊官方又再推出呢一個女神雅典娜啦。今次仲講到明係呢一個 original color 版本啊，咁個色調咧就望上去咧就真係有一種金碧輝煌嘅感覺啊，相當之豪華。咁啊網上面睇翻資料記錄咧，就係今次用咗呢一個鍍金嘅上色啊，咁所以望上去個金屬嘅質感咧就會靚好多。咁啊我睇官圖就還可以啦，即係未至於去到好靚嘅地步嘅。咁但係出嚟嘅效果咧，的確係算係叫唔錯嘅。咁啊今次咧嗰個內容方面咧比較特別啲嘅嘢咧，就會新增咗呢一個啲法像嘅呢啲特效件啦，即係啲光芒走出嚟嘅特效件啦，今次係有提供埋嘅。咁甚至乎咧，雅典娜喺度喊緊嘅替換面相咧，亦都係一個新修錄嘅一個面相嚟嘅。咁個內容上咧，的確比之前嘅新版本咧係多少少啊。咁但係你話係咪有啲咩好重大嘅突破咧？其實又真係未至於嘅。咁啊，即係單純嗰個上色上係真係叫，即係靚咗好多啦，金閃閃嘅感覺啦。咁同樣啦，聖衣神話系列嘅傳統啊，亦都係可以還原翻出嚟啦，俾你砌翻個聖衣個樣出嚟嘅。今次呢隻聖衣神話嘅雅典娜咧，同樣都係可以做到呢種效果啊。咁啊，整體上嚟講就睇你自己本身係咪買開聖衣神話系列啦，或者對於呢隻雅典娜咧係咪特別有愛啦。咁不過講開又咁講啦，咁啊雲限嘢嘅產品啦，始終要買翻嚟咧，即係個價錢雖然1200蚊，睇上嚟就唔係話好貴啊。咁但係雲限嘢不嬲都即係自帶貴5、6嚿水噶嘛，咁所以呢隻雅典娜咧，如果你計埋啲炒價嗰啲噼里呱啦嗰啲咁嘅嘢咧，講緊嘅都要成1700-1800蚊你先買到噶啦。咁啊值唔值得呢個價位咧？大家就見仁見智啦。咁啊內容方面就叫隻色靚咗啦，同埋多咗少少嘅特效件嘅。咁但係基於呢一個系列咧，我不嬲都建議大家提下算唔好掂噶啦。咁所以如果你唔係話特別有儲開呢個系列嘅話咧，建議你真係算啦，因為你一買得呢隻雅典娜咧，即係我諗你就算之前冇買過，當你一買咗呢隻雅典娜嘅話咧，你一定心裡面會有顆癮咧，係又想買埋個五小強嘅，即係星矢嗰5條友仔嘅。咁你一買咗星矢嗰5條友仔咧，你又忍唔住走去買埋黃金十二宮嘅。咁你一走去買黃金十二宮咧，你又忍唔住又走去買埋冥鬥士啊、海鬥士嗰班撚樣嘅。咁所以成單嘢咧，你買一隻咧就同你入坑啊，即係好似同你吸毒咁樣咧，冇乜分別嘅啫。你只會越買越多嘅。咁所以嚴格嚟講咧，我個人啦都比較建議咧，你睇下算嘅啦，唔好特別走去買啊。即係我諗，如果你真係買得一隻嘅話咧，你最後一定忍唔住咧去買翻幾隻咧去做翻個本嘅。咁最後只會衍生出嚟嘅問題就係你越買越多嘅啫。咁所以你如果唔係話有 keep 住買開呢個系列嘅話咧，我建議你同我一樣啦，都係間唔中攞出嚟睇一睇就算㗎啦，就唔好特登去掂呢一個系列啦。如果唔係嘅話咧，你都幾大鑊下嘅，係啦，一開咗條新系列咧，你到時真係有破財㗎啦。咁啊，整體上嚟講，呢隻雅典娜係靚嘅，咁但係始終就望下算啦，唔特別走去買呢一個或者掂呢一個系列啦。接住落嚟呢，我哋就嚟睇翻啲扭蛋嘅玩具情報啦。咁啊，同大家睇嘅呢，就係呢一個 Session Rider 蒙面超人扭蛋第6彈啦。咁亦都可以簡稱叫呢一個蒙面超人騎車嘅扭蛋啦。咁啊，先講咗價錢先啦。官方定價一抽呢就要500日元年稅嘅，跟翻匯率轉翻做港幣呢，即係24蚊港紙一抽啊。咁就會喺今年8月第5個禮拜嘅時候就會推出噶啦，即係嚟緊呢1-2個禮拜呢，就應該會出貨噶啦。咁啊，一共呢，今次呢，呢一彈呢，就推出咗4款嘅角色啦。同樣呢，今次亦都係以翻一個蒙面超人喺度騎電單車嘅扭蛋呢去推出嘅。咁其實之前嗰5彈呢，我亦都已經買齊晒噶啦。咁不過咁耐以嚟咧都未同大家開箱啦，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興趣睇呢一套扭蛋嘅開箱呢？如果有嘅話呢，可以留言話俾我聽啦。咁啊等我拍翻條開箱片同大家分享下啦。咁啊講翻今次呢一個第6彈嘅騎車扭蛋先。今次呢，一共啊推出咗4款嘅角色，4款角色裏面呢，有3款就係平成拉打嚟嘅，1款呢就係超和拉打。咁我哋就嚟睇睇有邊4個嘅角色先啦。咁首先第一個呢，就係呢個蒙面超人劍啦。咁啊架電單車呢，亦都係還原翻蒙面超人劍呢嗰
個好標誌性嘅電單車啦，中間咧有個葵線嘅咁嘅 logo 喺度啊，咁啊就還原翻喺度揸緊電單車向前衝嘅一個姿勢。同樣咧後面都會有個支架咧去做翻個支撐嘅，俾你固定翻呢一架電單車同埋嗰個拉打個人啦。咁另外第二個咧就會有呢一個太空人科姐啦，咁同樣亦都係一個好 Q 版嘅公仔扭蛋啦。跟住第三個咧就有呢一個蒙面超人 Bellator 啦，咁啊同樣都係揸住佢架電單車向前衝嘅一個姿勢嚟嘅。上面咧有做到 Bellator 電單車嗰個齒輪啊嘅一個圖案出嚟啦。咁呢啲電單車細節位咧，佢亦都係有還原到出嚟。跟住第四個咧就係呢一個超和拉打蒙面超人 Stronger 啦。同樣啊，電單車咧佢呢啲車頭嘅呢啲細節位咧，亦都冇馬虎到嘅，複眼嘅呢啲粒位咧，佢亦都係有還原翻出嚟啦。咁啊，今次咧一共推出咗呢四個嘅角色啦。咁啊，睇你自己本身對呢四個嘅拉帶有冇愛啦，或者有冇好似我咁樣有買到之前嗰五彈嘅扭蛋啦。咁如果你本身都係儲開呢個系列嘅話咧，咁相信呢個第六彈嘅扭蛋咧，我諗你都唔可以錯過噶啦。咁啊，如果你本身係有儲開嘅，都可以諗一諗去。咁呢一套扭蛋個價錢唔算話係好貴嘅啫，你買晒成套翻嚟都係一嚿水左右嘅啫。咁所以如果你對於呢四個嘅拉打係有愛或者有儲開呢個系列嘅話呢，我個人都會推薦你入手嘅。咁啊，睇下嚟緊如果我買到啦，咁如果我買到嘅話呢，都同大家拍翻呢一套扭蛋嘅開箱片啊，咁大家咧都可以好好咁期待一下啦。跟住我哋下一個睇嘅扭蛋呢，就係呢一個等待系列嘅等待中嘅勝利女神妮姬扭蛋啦。咁啊，等待系列呢已經推出過好多作品嘅扭蛋嘅啦，今次呢，竟然終於推出呢一個妮姬嘅角色啊，哇不得了啦！呢套扭蛋呢，對於我呢一個妮姬 fans 嚟講呢，可以話係相當之大嘅殺傷力啊！基本上佢之後再推出嘅話呢，都一定要買硬嘅啦。咁啊，我哋今次先嚟睇一睇呢一個第一彈推出嘅等待中嘅妮姬角色咧，有邊四款先啊？正如大家畫面見到啦，咁啊今次咧一共亦都推出咗四款嘅角色啦。咁當然首先咧就將核心主角個三人組反擊部隊呢三個人咧，當然會喺呢個第一彈咧就即刻登場噶啦。咁啊大家都可以見到啦，首先就會有呢一個女主角啊 Lubby 啦，咁啊做一個戴住頂帽踎喺度嘅動作姿勢啦，表情就有少少木獨咁樣嘅。咁啊呢一個就第一個角色啦，跟住第二個角色咧就會有呢一個亞尼斯啦。咁亞尼斯呢個表情咧就會好啲嘅，有少少笑容咁樣啦。同樣頭上面都係戴住頂軍裝帽嘅，咁頭髮又做到少少嘅紋理啦，同埋有少少散開嘅感覺啦。咁亦都係一個踎喺度搭住膝頭哥嘅一個動作姿勢嘅。跟住第三個咧，亦都一樣搭住膝頭哥嘅姿勢嚟嘅，就係呢一個尼恩啦。頭上面咧一樣都係戴住佢頂帽嘅。咁啊眼鏡娘呢一個人設咧，佢今次亦都係有具備埋啦，又戴住佢個眼鏡。咁但係如果有做到有少少反光效果咧，就會搞笑啲啦。咁但係佢冇做到，咁但係都唔緊要啦，始終扭蛋嘢嘅，都唔要求佢太多啦。跟住第四個角色咧，就有少少係我意料之外啦，竟然會推出呢一個小美人魚啊！呢一個賽蓮啊，咁同樣都係個搭喺膝頭哥嘅動作姿勢嚟嘅，咁但係個表情咧同 Lubby 一樣啦，有少少木口木面咁樣，咁啊整體上嚟講都幾得意嘅一個套扭蛋嚟嘅，咁啊用呢一個勝利女神妮姬嘅角色啦，咁啊以一個 Q 版嘅一個公仔咧去推出呢一個等待緊啊，喺度踎緊喺度嘅一套嘅一個公仔扭蛋啦。咁所以我覺得都幾搞笑㗎，呢套扭蛋咧我自己都一定會買硬㗎啦。咁都嚟講一講價錢先啊。咁官方定價啦，扭蛋嘢一抽咧就要500日元連稅嘅，跟翻匯率轉翻做港幣咧，即係24蚊港紙一抽啊。咁就會喺呢一個今年11月尾嘅時候咧就會推出㗎啦。咁大家就可以留意下。咁呢套扭蛋咧，如果你有玩過妮姬嘅，或者對呢四個角色係情有獨鍾嘅話咧，基本上你都冇得抗拒㗎啦，都一定要入手㗎啦。咁啊，對於我嚟講，正如我頭先所講啦，我身為妮姬 fans，點都要買翻嚟㗎啦。價錢唔係好貴，你成套買晒翻嚟都係一嚿水左右嘅啫。咁啊，難得今次去推出呢一套妮姬嘅等待系列扭蛋呢，唔理點都好啦，都一定要買㗎啦。咁啊，留翻到時買咗翻嚟呢，再同大家開箱分享。咁啊，希望佢可以快啲出埋第二彈同埋第三彈啦。因為妮姬呢一隻 game 呢，本身裡面都好多角色㗎啦。咁啊，我諗佢就算出齊嘅話呢，就算一個月出一彈呢，出成年呢，佢都出唔晒㗎啦。咁啊，希望佢可以快啲公布有第二彈或者第三彈嘅消息啦。希望呢一個等待系列嘅妮姬扭蛋公仔咧，可以越出越多啦。咁啊，唔知道大家會唔會買呢一套扭蛋呢？留言分享一下你嘅睇法。跟住我哋第11個睇嘅玩具情報呢，亦都係呢一個等待系列嘅等待中嘅龍珠扭蛋第四彈啦。咁
咁啊話咁快咧，官方亦都宣布推出咗呢一個等待中嘅龍珠扭蛋第四彈啦。咁之前咧亦都推出咗三彈嘅龍珠扭蛋嘅啦。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買到啊？咁我亦都有買到第二三彈嘅。咁但係第一彈咧始終出得比較耐咧，咁啊要買翻咧都有啲難度嘅。咁所以第一彈我自己到目前為止都未買到啊。咁唔知道有冇師兄係就儲開呢一個等待中嘅龍珠扭蛋呢？歡迎你留言啦，分享一下啦。咁我哋今次就嚟睇一睇呢個龍珠扭蛋第四彈咧係邊四個嘅角色啦。咁啊，正如大家畫面所見啦，今次呢一個第四彈嘅角色咧，明顯就係圍繞住呢一個思路篇去推出嘅。咁首先第一款咧就會有呢一個超異狀態嘅悟飯啦。咁啊，悟飯咧直接就處於呢一個超異狀態啦，頭髮呢度咧就比較偏實色啲嘅。咁個表情咧一面兇狠同唔耐煩咁樣啦，翹住腳坐啦，咁兩隻手咧都不好自然咁放咗喺兩邊嘅，咁個表情咧極度之惡同埋好唔耐煩嘅嗰種表情啊。咁呢隻超異悟飯都就咁一眼睇上去咧都知唔好嘢嘅角色嚟㗎啦，都幾搞笑嘅。跟住第二個角色咧就呢一個青年期嘅杜拉格斯啊，咁啊標誌性嘅呢一個思路篇孭住把劍啊，着住呢一個件工衣嘅嗰件外套，好標誌性嘅呢一個造型打扮啦。咁啊一隻膝頭哥咧就搭住咗喺度嘅，咁個表情咧亦都係好唔耐煩，好冇即係好似好即係好嬲，有少少嬲嬲地嘅表情咁樣嘅，好聚焦即係冷馬舊嘅表情嚟嘅。咁嗰個杜拉格斯咁嘅樣咧都係第一次見啊，都幾搞笑嘅。跟住第三個咧就係呢一個人造人16號啦，係咪16號啊？係冇錯16號，真係撈咗其他添。係啦，人造人16號嘅，咁呢個就翹住手翹住腳坐啦，咁個表情咧就木口木面嘅，就感覺上就冇之前超異悟飯啊杜拉格斯咁唔耐煩嘅，即係純粹個表情上就有少少木口木面咁樣嘅啫。咁啊第四個咧亦都係一樣翹手翹腳坐嘅呢一個思路啦，咁同樣個表情都係有啲木口木面咁樣嘅，上面嘅斑點紋理啊呢啲都有還原到出嚟啊。咁啊四款扭蛋咧都幾搞笑下嘅，咁如果你配搭埋之前推出嘅嗰三彈嘅龍珠扭蛋咧，一齊坐喺度等待緊咧，咁啊一定個畫面咧就都幾搞笑同埋幾正嘅。咁所以如果你本身係有扭開呢套扭蛋嘅話咧，都可以諗一諗佢啦。咁我哋都嚟講下啲資料先啦。咁官方定價一抽咧就要400日元年稅嘅，跟翻匯率轉翻做港幣咧，即係19蚊港紙一抽啊。咁就會喺今年9月嘅時候就會推出嘅啦。咁啊即係嚟緊下個月就會推出啦。咁如果你本身係有儲開呢套扭蛋嘅話咧，就諗一諗佢啦。咁呢套扭蛋如無意外我都會買翻嚟嘅。咁啊留翻到時派貨嘅時候再同大家開箱分享啦。咁亦都睇下會唔會一次過咧開箱埋之前買翻嚟嘅第二彈同埋第三彈嘅龍珠扭蛋啦。咁啊一次過同大家開箱晒咁多彈嘅等待中嘅龍珠扭蛋啦。咁啊唔知道大家又會唔會有興趣咧，諗住買翻套嚟玩下或者做個擺設呢？係啦，咁都歡迎你留言分享一下啦。我自己個人嚟講啦，我自己都幾推薦嘅，因為呢啲扭蛋呢，就唔係話好大粒嘅啫，細細啫。咁擺喺度做一個擺設啊，或者做一個收藏用嘅話呢，我覺得都幾得意嘅。咁再加埋你睇一睇呢個系列啦，基本上佢都係諗住 keep 住長出咁滯㗎啦。咁如果有一日可以擺咗10幾20個龍珠角色坐喺度，好似等緊咁唔耐煩個表情呢，咁啊一字排開咁樣放出嚟呢，咁啊諗一諗個畫面都好似都幾搞笑同埋幾得意嘅。咁即係最緊要嘅就係個價錢唔貴啊嘛，大佬，即係幾個月先出一彈，而且個價錢就係1嚿水左右嘅啫。咁買翻嚟粗玩啊或者 hea 玩呢，做個擺設呢，其實都幾抵屌㗎。咁所以如果你本身係龍珠 fans 嘅話呢，我個人都幾推薦你可以諗一諗呢一套嘅扭蛋啊。跟住我哋下一套睇嘅扭蛋呢，就係呢一個大手拉打扭蛋啦。咁呢一套大手拉打個名呢，就係我自己幫佢改嘅名嚟嘅。咁就係推出呢一個第二彈啦。咁呢一套大手拉打係咩事呢？嗱，先講咗資料先。咁官方定價呢，一抽呢就要1000日元年稅嘅。跟翻匯率轉翻做港幣呢，即係49蚊港紙一抽啦。咁就會喺今年8月第2個禮拜嘅時候就會推出㗎啦。正常嚟講就已經出咗嘅，咁但係香港都仲未見到有得賣啊。咁一套大手拉打又係咩事呢？咁仲喺之前呢，亦都推出過第一彈啦，係1月嗰陣推出嘅。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買到啦？咁呢一套扭蛋最標誌性嘅呢，就係佢隻手呢就好誇張嘅比例嚟嘅。你會明顯望到呢，佢隻手呢已經係去到膝頭哥咁噶啦，而且隻手掌係極度之大嘅，比起大髀啊腳啊呢啲位呢仲要大嘅。咁所以我自己呢，就簡稱佢叫做大手拉打嘅，因為隻手實在太大啦。咁啊之前呢，一共就推出咗4款嘅拉
拉大啦，唔知道大家有冇買到？咁其實呢一套扭蛋第一彈呢，我都已經買咗嘅，咁但係就仲未有時間開箱啦。咁但係話咁快呢，官方就宣布推出呢一個第二彈啦。咁啊，今次呢個第二彈嘅角色陣容呢，都相當之豐富嘅，一共有3位嘅平成拉打啦，同1位嘅超和拉打嘅。咁我哋嚟睇一睇有邊4款嘅角色啦。咁首先第一個呢，就有呢一個蒙面超人2號啦，因為本身呢，第一彈呢，就已經推出咗呢一個蒙面超人1號噶啦。咁今次呢，官方都好貼心啊，亦都好快咧推出埋呢個蒙面超人2號啊，俾你同第一彈嘅1號咧去做翻個配搭咁樣啦。跟住第二個咧就會有呢一個平成即係都唔係話最高人氣，其中一個高人氣嘅拉打啦，就係蒙面超人卡普陀啦。咁直接咧就係以呢一個好標誌性嘅呢一個造型去推出啦。咁就唔係着住盔甲嘅嗰個造型啦，直接就係呢一個已經係除咗盔甲嘅呢一個最經典嘅卡普陀嘅姿勢啊，呢一個狀態咧去推出嘅。我唔記得咗呢個叫咩？呢個爆咗甲叫咩形態呢？我唔係幾記得添，但係佢有個名嘅，我突然間撈唔起佢個名添啊，係啦，咁以呢一個狀態啊去推出啦，跟住第三個呢，就有呢一個蒙面超人電王啦，咁啊同樣以一個好大手嘅一個動作姿勢去推出啦，身上面嘅紋理啊、複眼呢啲位呢，亦都係有做到出嚟嘅，中間金色嘅線條位佢嘅紋理佢都冇馬虎啦，亦都係有刻畫到出嚟，細節位都 OK 嘅，都叫有做到足啊，跟住仲有呢一個第四個呢，就係蒙面超人 OZ 啦。咁啊，同樣咧，複眼紋有做到啦，身上面啊呢3個標誌性嘅 logo 咧，亦都有做到出嚟嘅。不過腰帶上面嘅硬幣咧，明顯就太過細位啦，佢就冇諗住做出嚟嘅。咁不過扭蛋嘅都可以接受啦。咁啊，整體咧一共啊推出咗呢4款嘅角色啊。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興趣入手呢？咁老實講啦，我都唔知自己買唔買好嘅，因為第一彈雖然我買咗啦，但係我都仲未開箱，未知道呢套扭蛋嘅質素去到點樣嘅。咁可能嚟緊我會盡快開箱翻第一彈呢，睇一睇佢個彈嘅質素係點樣呢，先再決定買唔買呢個第二彈啦。咁啊，唔知道有冇師兄係已經買咗第一彈，甚至乎你已經攞咗出嚟玩嘅啦？你又覺得呢一套嘅扭蛋設計啊，同埋佢啲質素係點樣呢？歡迎你留言一齊分享一下啦，或者你又會唔會繼續買呢一個第二彈㗎？咁都可以一齊留言咁傾下偈，分享一下啲心得啊！跟住第13個同大家睇嘅玩具情報呢，就係由 HyperBody 推出嘅勝利女神尼基紅蓮暗影。咁官方定價呢，就要16,900日元，跟翻匯率轉翻做港幣，即係831蚊港紙啊！咁就會喺下年27年9月嘅時候就會推出噶啦，咁即係差唔多要1年嘅時間啊！咁啊最近亦都有同大家開箱過呢一個 HyperBody 嘅灰姑娘啦，咁整體望上去佢個造型係幾靚嘅，咁但係佢嘅可動性呢，就真係差咗啲啦。咁啊估唔到今次 HyperBody 咧咁快推出埋呢一個尼基嘅紅蓮暗影啊！咁紅蓮暗影呢，就係紅蓮一個比較最早期啲嘅一個狀態啦，咁所以佢個外觀個方面呢，都唔似得我哋而家見到嘅紅蓮，即係着住白色衫嘅嗰一身嘅衣着打扮嘅。佢嘅身上面呢，就會以翻個故事線嚟講呢，係比較最早期啲嘅黑色衣着打扮啊。咁啊，今次係推出呢一個造型嘅紅蓮嚟嘅。咁啊配件方面亦都有提供咗把刀鞘啊，同埋把劍去俾你啦。咁啊，始終呢，紅蓮係一個近戰嘅劍士啊，咁所以呢啲配件有提供埋呢，亦都無可厚非嘅。咁啊，可動性方面啊，有啲佛企嘅姿勢啊，或者喺度揮劍啊，喺度收埋把劍嘅姿勢呢，亦都有提供到嘅。咁替換面上表情呢，今次呢隻 HyperBody 呢，亦都有包含埋入面。支架呢樣嘢呢，亦都少不免㗎啦，亦都有提供埋啊。咁不過老實咁講啦，本身 HyperBody 呢，我開箱完隻灰姑娘之後呢，佢嘅可動性呢，就真係麻麻地嘅。老實講，即係佢啲關節呢，有啲鬆啊，扭起上嚟呢，嗰個手感呢，就真係比較差啲啊。即係就一定冇 SHF 咁好扭㗎啦，有好多位呢都好即係好鬆啊，扭起上嚟嘅時候呢，好輕飄飄嘅嗰種感覺啦。咁所以如果你唔係話靠個支架嘅話，就咁單純企隻公仔度呢，實奶硬嘢㗎，好快就跌㗎啦。咁所以呢隻嘢呢，就真係全部靠個支架去做支撐嘅啫。咁啊嚟到今次呢隻紅蓮暗影呢，哇老實講啦，CP 值仲差咗添啊！即係做工嗰方面就咁望官圖係幾靚幾美好啊！佢着住嘅裙擺呢，又做到少少破損嘅痕跡喺度啦。咁但係配件方面呢，今次提供嘅內容呢，實在太少啦，淨係另外會俾多3個嘅替換面上嚟，8隻嘅手型。同埋佢把配件啦，仲同埋個刀鞘嘅啫。咁除此之外呢，就乜都冇啦。咁啊，老實講，以翻相同價位嘅灰姑娘嚟講呢，雖然嗰個可動性都唔係話好好，但係至少灰姑娘呢有呢、這、一個
嗰個水晶鞋啊，即係有一個咁大個嘅武裝可以俾你玩下咁樣啦。至少玩起上嚟啊，或者砌出嚟嗰個感覺啊，都震撼啲啊，大佬。咁但係呢隻嘢一樣都要成百嚿幾水，咁但係配件實在真係俾得太少啦，大佬。淨係得面上手型呢啲基本嘢，咁啊，淨係把劍同埋刀鞘啦，即係的確，即係我都如果你有玩開離機嘅都知道，紅蓮呢個武裝呢就真係的確係得咁少嘅啫。咁呢一點呢，佢俾得咁少呢，亦都係無可厚非嘅。咁但係喂，你攞翻同價位嘅灰姑娘嚟比之下呢，就真係差咁幾皮啦。喂，一係你個價錢係平啲，即係你一係五嚿幾水就算啦；一係你就塞多啲嘅配件啊，或者啲特效零件啦，好唔好先？即係你加一兩個背景板都唔過分啦，係咪？咁但係佢亦都冇提供到啦，即係紅蓮暗影本身係咁少嘅配置，佢就真係俾咁少嘅配置啦，就真係冇諗住俾多啲嘢你啦。咁所以同灰姑娘一比之下呢，就真係比下去啦。雖然本身 Hyper Body 嘅灰姑娘呢，我玩完之後你可以睇翻我條開箱片嘅，我玩完之後佢個性價比都唔係話好好嘅咋，因為佢嗰個可動性真係麻麻啦。咁但係勝在有嗰個水晶鞋嘅武裝搭夠啦，砌出嚟個效果都算係叫唔錯嘅。咁但係嚟到紅蓮暗影呢一隻嘢呢，就真係差咗幾皮啦。喂，大佬你配件又俾唔足，價錢都仍然 keep 住係八嚿幾水咁貴，一對比之下呢，哇！灰姑娘台 CP 值就〜唔算話係太差嘅咋，呢一隻就真係差得有啲過分啦。咁雖然身為離機 fans 嘅我都係會訂嘅，即係呢隻嘢我都係會買嘅，始終係離機嘅公仔嘛，可動公仔嘛，點都要買翻嚟㗎啦。但係平心而論啊，你如果唔係離機 fans 或者對呢隻紅蓮暗影唔係特別有愛嘅話呢，單純講 CP 值呢，呢隻嘢真係完全唔掂啊！咁所以呢一隻完全係一隻靠愛發電嘅一個可動公仔嚟嘅。咁所以你如果唔係話對離機或者對紅蓮暗影特別有愛嘅話呢，八嚿幾水，我建議你真係睇下算㗎啦，或者你等跌價先再買啦。因為講 CP 值咁嘅內容呢，真係完全講唔通啊！即係我都好難幫佢講好説話，真係。咁所以整體嚟講啦，真係你唔係話靠愛發電嘅話呢，我建議你等跌價或者真係 pass 咗佢就算啦。CP 值實在太低啊！呢隻嘢。跟住嚟到今期最後睇嘅玩具情報呢，就係由黏土人系列推出嘅魔物獵人紅火龍啦。咁啊，官方定價呢就要8900日元，跟翻匯率轉翻做港幣，即係438蚊港紙啊。咁就會喺下年27年3月嘅時候就會推出噶啦。咁 Monhan 呢一套作品唔需要我多介紹啦，基本上你有打開嘅嘢都知道呢個系列係咩事噶啦。咁啊，作為 Monhan 系列其中一隻最具代表性嘅魔物呢，咁啊紅火龍都可以話係實至名歸噶啦。由第一代開始直到而家呢，都長期都有登場嘅一隻魔物嚟啊。咁啊，估唔到呢，竟然黏土人竟然會推出呢一隻紅火龍嘅公仔啊，相當之有趣。咁你會見到呢，紅火龍今次呢就以呢個黏土人 Q 版化嘅公仔咧去推出呢一隻可動公仔嘅，相當之有趣啊。咁啊，內容方面啊，今次當然啦，亦都有提供咗黏土人嘅支架俾你啦。咁可以懟起佢個屎忽後面個位嗰度呢，咁啊可以俾你還原翻呢一個空中嘅霸主啊，紅火龍呢喺度飛緊啊，喺度撲落嚟嘅一個動作姿勢啦。配件方面呢，另外亦都有提供咗呢一個火球俾你嘅，咁亦都可以俾你重現翻紅火龍喺度噴火球嘅一個畫面啦。咁啊，甚至乎特別啲啦，佢要一個瞌緊眼瞓啊，合埋眼啊，甚至乎斷尾嘅配件呢，亦都有提供埋俾你嘅。咁啊，可以俾你還原翻隻紅火龍呢，俾啲獵人斷完尾之後嘅一個狀態啊，相當之有趣啊。咁啊，另外呢，甚至乎可以瞓緊覺打緊喊露呢，喺度浮緊啲泡泡出嚟嘅特效件呢，今次呢隻黏土人亦都有提供埋嘅。咁所以呢一隻黏土人呢，可以俾你還原翻好多紅火龍嘅經典場面啊，或者一啲畫面啊，相當之得意啊。咁所以如果你係 Monhan fans 嘅，或者好中意 Monhan 系列嘅呢啲魔物嘅話呢，絕對可以諗一諗呢一隻黏土人。價錢方面438蚊，正常嘅黏土人價位啦，唔係話特別平嘅，但係未去到話特別貴嘅地步。咁所以如果你係 Monhan fans 嘅，都可以諗一諗佢啦。咁啊，估唔到竟然黏土人都會出呢一個魔物啊！即係我有啲意料之外咯，因為我真係冇諗到，竟然連
即係芒亨咧都會出呢一個黏土人公仔嘅。咁啊，相信嚟緊咧都會越嚟越多嘅魔物啦去推出呢一個黏土人嘅公仔嘅。咁啊，如果你本身係好中意芒亨嘅話咧，都可以 keep 住留意一下呢一個黏土人系列啦。唔知嚟緊會唔會出埋泡芙龍啊或者雷狼龍呢啲呢？如果我諗得出嘅話呢，一定好好賣，因為本身雷狼龍啊、泡芙龍呢啲呢，喺魔物排名裡面都係一個好高人氣嘅一個魔物嚟噶嘛。咁如果佢肯出黏土人嘅話呢，我諗真係哇賣爆啊！真係大班人走去爭住嚟買啊！咁所以就期待一下啦，之後嚟緊黏土人呢，會唔會繼續推出呢一啲魔物公仔啦？咁我自己就有啲興趣嘅，咁但係始終400幾蚊黏土人公仔，我自己個人覺得啦，唔太急住話一定要訂嘅，咁啊留翻可能等現貨睇下會唔會跌價先至再決定入唔入手咁樣咯。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興趣入手呢一隻紅火龍嘅黏土人呢？留言傾下偈，分享一下你嘅睇法啦。咁今次呢個8月中嘅特攝動漫玩具情報呢，大致上嚟到呢度啦。咁啊，唔知道大家今期又諗住訂邊一樣或者買邊一樣呢？咁啊，今期對於我嚟講呢，真骨雕嗰3隻嘢呢，都可以話係必買咁滯㗎啦。咁冇計啦，始終有儲開真骨雕嘛。咁另外扭蛋嗰幾套呢，即係今期同大家講嘅嗰4套扭蛋呢，如無意外呢，我都會入手晒㗎啦。係嗰套大手拉打呢，我自己就再諗諗嘅啫。其餘嗰3套扭蛋呢，都可以話係必買咁滯㗎啦。咁啊，留翻到時可能再同大家開箱分享咁樣啦，係啦。咁啊，今期同大家睇咗10幾樣嘅玩具情報啦，唔知道有邊一樣嘢你係諗住會買嘅呢？一齊留言傾下偈咁樣啦，係啦。咁啊，今次條片呢，大致上嘅嚟到呢度啦，最後呢，再一次多謝大力支持我嘅 channel 會員，中意呢條片嘅亦都不妨訂閱、like 同埋 share 條片出去啦。咁我哋就下條片再見啦，拜拜。